科西节看手舞蹈家范杰斯带来一段精彩舞蹈表演，为展览又开序幕。在舞蹈中展现出一对红色思念。对着镜头来甲电镜会当看到科西节作品中有真侪是对人道的关怀、电影风格的表现。底片还有暗房的技术，嘛成就科西节成为台湾现代摄影的第一人。他就是走以前把3件大事都完成，90大展完成，辅仁大学成立的影像纪念馆也完成，他都有出席。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件事，那个纪录片，对，文化部国美馆这个主持的纪录片，这3件大事情完成，最后他才走。那我呢，已经习惯就是在一个大师的旁边乖乖的站着，从回台湾就是这样。当初柯西杰求婚的时候，我就有下了条件第一个，我那个时候已经30岁，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小孩的身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：第一，我不生小孩。他怎么回答我？他说：“这个地球已经很多人了，不少我们一个。”就是他讲话呢，他没有学中文，但是他的中文几个字就表达得很清楚然后他说第2件呢？我说第2件嘛，就是我要秘密结婚，就公证结婚，不宣布，因为你名气太大。如果你一结婚，一定是整个报纸会轩然大波，所以我不要，我要以舞蹈家的姿态出现，我不要以柯太太的身份第一个出现。他说：“你很有斗志力。”我说：“不然你怎么选上我呢？”然后第3点，他问是什么？第3点，他好像当天有跪下来，但他永远不承认，事后都不承认。那其实那个《等待维纳斯》这个作品也是有后续的。郑愁予当时是在我们家，对，那柯西杰就灌他酒，因为他喜欢喝酒，他喝了很多酒，柯西杰就把那张一直打在那里。他就说：“你说那个是爱琴海，在那边绕来绕去，你都按不下去。”他说：“对。”然后我回来呢，我兴奋得不得了他的国语是这样，不得了的就不得了然后，郑愁予就说：“我突然觉得很热。”他就说：“杰西，拿电风线来。”他都是台语、日语汉语这个混着讲。那么最后呢，终于他就说：“你犹豫不决，就是因为这个想了半天，就是你在等待维纳斯的出现，因为那是爱琴海嘛，所以他就说等待维纳斯，就这样子命名，然后就转过来，这个是柯西杰不讲的今天才讲，我讲，我站在那里，他就说你等到啦。”所以，在柯西杰相片内底，会当看出一对艺术性和完美风景的坚持。伊的作品呈现出个人的风格，用伊的一生呈现出对摄影艺术的热情。这摆展览在台南美术馆的1馆展出，展期会一直到今年的9月11号才会结束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